各位长辈、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医师。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您是不是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精神还不错，但一到了傍晚，甚至吃完晚餐后，就觉得双脚重得像灌了铅一样，甚至连原本穿得好好的鞋子，这时候都变得紧绷挤脚，脱下袜子后，脚踝上那一圈深深的勒痕久久不散。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糟糕，是不是我的心脏出了问题，还是我的肾脏在闹脾气，甚至是担心自己是不是站太久了。但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可能会让您大吃一惊的真相，那个让您每天晚上双脚肿胀的罪魁祸首，可能正是您每天早上为了控制血压而吞下的那一颗药。没错，就是常见的钙离子通道阻断剂这类型的降血压药。我执业超过25年，看过无数长辈为了这双面包脚感到焦虑，跑遍了心脏科和肾脏科，最后才发现原来是血管扩张剂带来的副作用。如果您也有这种困扰，请不要惊慌。今天我不是要叫您停药，而是要分享如何透过正确的饮食，在不增加身体负担的情况下，帮您的双脚排水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以便从我们这里获得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这段影片。如果您觉得内容有用，请在评论区输入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0。在接下来的内容中，我会揭露如何利用大自然的力量来缓解水肿，请务必看到最后，因为第7种超级食物，很多长辈可能听都没听过，但它的效果却非常惊人。为了让大家明白为什么双脚会肿，我们要把身体想象成一座繁忙的城市，我们可以把血液想象成在道路上行驶的车辆，而血管就是我们的道路。当我们服用某些降血压药时，这些药物的作用是为了让血管道路放松片宽，这样血压、车流量、压力才会降下来。这听起来很棒，对吧？但问题来了，当道路、血管扩张得太开的时候，微血管就像是路边的老旧水管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小的裂缝，原本应该乖乖待在血管里的液体，就像是车子开出了路面，渗透到了周围的组织里。这就是医学上说的渗漏现象。为什么早上没事，晚上特别严重？这就是因为地心引力。大家可以想象，水往低处流，当您白天站着或坐着的时候，重力会一直把这些渗出的液体往下扯。到了晚上，您的脚踝、脚背自然就会肿起来。但为什么睡觉时情况会好转呢？这是因为当您平躺时，身体不再受地心引力的垂直压力，这些积在腿部的水分终于有机会顺着循环回到心脏，交给肾脏处理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长辈发现晚上睡觉时会特别想跑厕所，或者早上起来时脚看起来恢复了原状。理解了这个生理机制，您就会明白，这不是您的器官坏了，而是身体的液体掉结暂时失去了平衡。与其盲目担心心脏病，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透过自然的代谢方式，帮身体把这些溢出路面的水分重新导回正轨。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，为什么传统的解决方案有时候反而会让我们陷入另一个困境。在诊间，我常看到一种令人心痛的循环。一位70岁的伯伯来找我，他抱怨脚肿得难受，之前的医师为了帮他消肿，直接给他开了利尿剂。这听起来很合理，对吧？脚肿就排水嘛。但结果呢？
伯伯吃了利尿剂之后，脚确实稍微消肿了，但新的问题却排山倒海而来。他开始觉得半夜小腿抽筋，痛到醒过来；白天走路时感到头晕目眩，甚至有几次差点在浴室跌倒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药物利尿剂在排水的同时，也会强行把我们身体里珍贵的钾离子和电解质一起冲刷掉。缺乏钾离子，肌肉就会抽筋，血压降太快，大脑供血不足，就会晕眩。这就是我所说的药物陷阱。为了解决一个副作用水肿，却创造了更多的副作用，抽筋、电解质失衡。身为医师，我绝对不反对使用药物，因为药物在关键时刻能救命。但我希望大家理解，药物是有代价的。我们不能只依赖化学合成的药丸来处理所有的生理不适。如果您曾经历过这种开了药又要开另一种药来补救的无奈，请您一定要听听接下来的内容。我们完全可以透过天然的温和的食物，在不伤身体的情况下，达到辅助利尿的效果。我们不需要强迫身体脱水，而是要学会顺应自然，让身体自己找回平衡。如果您也有类似的经验，请继续看下去，我们一起找回健康的自主权。好，既然我们知道了问题的根源，现在就要来谈谈解决方案。我为大家整理了7大睡前超级食物，这些食物不是仙丹，但它们具有一种神奇的特性，我们称之为天然利尿剂。它们最棒的地方在于，它们能帮助排除多余的水分，却不会像药物那样粗暴地洗掉您体内的电解质。但在我们开始一一介绍之前，我有3个黄金原则，要先跟各位长辈交代清楚。第一，进食的时间，这不是叫您吃完马上睡觉，最理想的时间是在睡前2到3小时食用。第二，绝对不要加盐，盐分里的钠会抓水，如果您吃这些食物还配盐巴，那就等于白吃了。第三，分量要适中，虽然是好东西，但吃太多会导致半夜尿意频繁，反而影响睡眠品质。接下来我会详细解释这7种食物：大黄瓜、芹菜、芦笋、西瓜、柠檬、巴西里以及茴香。每一种都有它独特的运作机制，我会告诉您怎么吃，吃多少，以及真实的病人是如何透过它们改善生活的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从最平易近人的第1种开始。首先，我们来谈谈大黄瓜。大黄瓜为什么这么神奇？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硒和硫，这2种微量元素是天然的排水剂，而且它含水量极高，能促进肾脏过滤废物。怎么吃最有效？我建议洗净后连皮切片，不要加盐，也不要加醋。您可以把它当作晚餐后的零食小点心，每次吃大约5到6片即可。切记，如果您加了酱油或盐巴，效果会大打折扣，因为钠离子会抵消排水效果。真实案例，在台南有一位68岁的林阿姨，她长期服用血压药，每天傍晚脚就肿到连拖鞋都穿不下。我建议她连续7天晚上8点吃几片原味大黄瓜。1周后，她惊喜地告诉我，那种脚背紧、绷到发亮的感觉消失了，甚至感觉走路都轻快了许多。接下来是芹菜，芹菜含有特殊的苯肽类物质，这不仅能帮助放松血管平滑肌，还能调节体内的钠离子平衡。食用秘诀，很多长辈不喜欢芹菜的味道，您可以选择芹菜茎稍微汆烫一下，不要煮太烂，或是打成少量的芹菜汁。重点是不要加咸味蘸酱。
如果您在睡前2小时喝下1小杯不加盐的芹菜汁，它会像个温和的小扫帚，帮您把细胞间隙多余的水分清扫出来。常见错误，很多人吃芹菜会沾沙拉酱或豆瓣酱，那真的是大错特错。酱料里的隐形盐分正是导致您水肿加剧的元凶。真实案例，高雄72岁的张伯伯，原本以为只有药物能救他的水肿，后来他尝试每天晚餐后吃1-2根生芹菜，经3周后，他发现自己早上的尿量变多了，而且下午的腿部压痕从1公分深变成了几乎看不出来。第3种是芦笋，芦笋含有天门冬酰胺，这是一种在医学界公认具有强大天然利尿作用的氨基酸。食用指南：晚餐时准备3到5根清蒸芦笋，或是稍微烤一下，不需要加任何调味料，芦笋本身的甜味就足够了。特别提醒，吃完芦笋后，有些人会发现尿，尿的味道变得很重，很特别，请不用惊慌，这代表天门冬酰胺正在发挥作用，正在帮您的肾脏排毒和排水，这是完全正常的生理反应。真实案例，住在嘉义的一位退休校长，他对药物非常排斥，他坚持每晚固定吃几根芦笋，配合医师的血压监控，他的脚肿问题改善了80%以上。他跟我说，原来大自然给我们的药方就藏在菜市场里。这3种食物，大黄瓜、芹菜、芦笋，都是随处可得的宝贝。它们的作用机制虽然略有不同，但目标一致，温和地引导水分代谢。如果您已经试过很多方法都没效，不妨从今晚开始选择其中一种尝试看看。记得坚持比大量更重要。我们接着看第4种食物，西瓜。这可能让很多长辈惊讶，因为西瓜不是甜分很高吗？西瓜中含有大量的瓜氨酸，这能帮助氨代谢，并减轻肾脏负担。黄金食用法，我建议分量一定要小，只要1块手掌心大小的西瓜肉即可，而且必须在睡前3小时吃完。为什么？因为西瓜水分太多，吃太晚，您半夜会一直跑厕所。少量的西瓜能提供温和的渗透压，帮组织排水。真实案例，台中的陈先生，他以前习惯睡前吃一大盘水果，结果水肿更严重。我教他改成少量，提早吃西瓜。没想到同样是西瓜，吃法的改变竟然让他的双腿消肿许多。第5种是柠檬。柠檬不只是维生素 C 的来源，它对肝脏的排毒非常有帮助，且能改善全身的渗透压。怎么喝？睡前2小时，1杯温水加入鸡滴，现挤柠檬汁，不要加糖。柠檬酸能帮助平衡身体的酸碱值，促进微血管的弹性。常见错误，绝对不要喝市售的柠檬饮品，那里面全是糖，糖分会导致发炎，反而让水肿加重。第6种是巴西里，洋香菜，这在西餐中常见，但它是利尿的高手，它含有挥发油和类黄酮，能直接刺激肾脏进行过滤。使用方式，您可以买新鲜的巴西里，切碎了撒在晚上的汤里，或是泡成简单的巴西里茶，1小撮即可。真实案例，屏东的一位老奶奶，她因为心衰竭加上药物副作用，水肿非常严重。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，她开始在饮食中加入巴西里，没想到排水的效果比预期好得多。连原本肿得像猪蹄的脚掌都慢慢看得到骨头的轮廓了。最后第7种，也是效果最强悍的茴香。茴香对于渗漏型水肿 Weeping Edema 有奇效。这种水肿是指皮肤肿到快渗出液体，那肿
医师建议茴香可以煮汤，或是用茴香籽泡茶，它能舒缓血管的通透性，减少水分从血管漏出来。震撼案例，这是我遇过最严重的病人，住在台北的王伯伯，75岁，他的腿肿到皮肤都发亮发红，甚至有些组织液渗出。在严密的医疗监控下，我建议他每天下午喝一杯薄薄的茴香籽茶，配合饮食控制，仅2周，他的腿围缩小了5公分。那肿从极度紧绷到终于能捏起皮肤的宽慰感，让他在诊间流下了眼泪。这4种食物，每一种都代表着大自然的智慧。西瓜的瓜氨酸，柠檬的渗透，压吊结，巴西里的直接利尿，以及茴香对严重水肿的修复力。不管您的情况多严重，永远不要失去希望。说了这么多好食物，王医师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，正确的执行方法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位。什么我一直强调，不要临睡前才吃，因为如果您的膀胱太满，大脑就会不断被吵醒，导致睡眠品质低落。而睡眠正是修复血管瓶坏死最重要的时间，所以请把这些超级食物当作晚餐的一部分，或晚餐后的小点心，最晚在睡前2小时结束进食。关于持之以恒这件事，我也要跟各位长辈说，实话，这些天然食物不像药物，吃下去半小时就有效，身体需要时间重新调整电解质的平衡。您不需要一次把这7种全部吃完，那是没意义的。我建议您挑选2到3种您买得到也喜欢吃的，轮流搭配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千万绝对不要因为吃了这些食物就自己把降血压药停掉，这非常危险。水肿虽然不舒服，但血压失控可能会引发中风。这些食物是您的辅助部队，是用来缓解副作用、辅助代谢的。如果您的水肿伴随着呼吸困难或胸闷，那可能是更严重的讯号，请务必先与您的主治医师讨论。您可以拿着这个清单问医师，医师，我服用这些血压药可以搭配吃点大黄瓜或芹菜吗？大多数医师都会支持这种健康的辅助方式，安全永远是健康的第一步。如果您开始实施这个计划，您可以期待什么样的变化呢？在最初的3到5天，您可能会发现晚上的尿量变多了，这是一个好兆头，代表积在脚部的水分正在排出去。到了第2周，您会发现原本紧绷的脚踝慢慢有了轮廓，袜子的勒痕不再那么深。到了第4周，许多病人都跟我反映，原本那种脚重如铅、走路拖地的感觉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久违的轻盈感。甚至有人发现，因为循环变好了，连代睡眠也变成了。请记住，您的身体并没有坏掉，它只是在面对药物压力时暂时失去了平衡，它正在努力保护您，而您现在学会了如何助它一臂之力。今晚就请您从这7种食物中挑选2种试试看，持续做14天。如果您身边也有被水肿困扰的朋友，或者同样在吃降血压药的老伴，请一定要把这段影片分享给他们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建议对你有帮助，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用最温馨、最自然的方式找回健康的身体。我是王医师，我们下一段影片再见。